今日好榮幸獲得資本雜誌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呢個殊榮。首先，我要多謝主辦機構、評審團同埋一直支持我嘅團隊同埋好朋友們，多謝你哋。啱啱出嚟做嘢嗰陣，啱啱遇上就係金融海嘯嘅復甦期。當時喺英國翻嚟嘅我，就加入咗一間大型嘅中資券商，從事收購合併嘅活動，亦都跟咗好多前輩學習。當中亦都參與多宗8億級以上嘅併購項目，從而學習到好多實戰嘅經驗同埋技巧。及後7年間，我創辦過2間嘅持牌金融機構，分別一間證券行同埋一間全牌照嘅基金管理公司。當時我都參與過超過30個 IPO 融資同埋2次融資嘅項目，見證香港金融市場最活躍嘅黃金年代。到2020年，我創立咗進海，一間持有香港金融牌照6號牌嘅企業融資顧問同埋併購顧問嘅公司。疫情之後，大家都知道全球嘅金融環境巨變，我帶領住團隊積極創新，尋找新嘅機遇，將過往跨境金融、合規管理同埋資本市場嘅經驗化為一站式嘅專業服務。我亦都夥同我嘅團隊組織一支由律師、auditor、banker 同埋專才組成嘅團隊，為我哋企業嘅客戶提供上市顧問、併購指導、企業融資以及資本市場一站式嘅規劃。今日呢個獎唔止係屬於我一個人，亦都屬於一齊同我奮鬥打拼嘅團隊每一位成員。此外，我亦都由衷感謝一直指導我嘅前輩，同埋各位追求卓越嘅同路人。今年我哋繼續積極推進美國同埋香港上市嘅項目。我相信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國際嘅中心，擁有獨特嘅優勢同埋無限嘅潛力。作為企業家嘅我會繼續秉承為智者引路、運籌帷幄嘅概念，帶領好團隊做好每一個項目。最後要多謝資本雜誌呢個平台，讓我哋香港嘅企業家得到肯定同埋發揮係企業家嘅精神，為香港嘅繁榮穩定同埋金融業可持續發展貢獻更大嘅力量。